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华视新闻。这个月20号，走马灯的消息连续发生2届的错误。尾后，这个杜开制作嘛，过来失误。早起，公共集团的董事长陈玉秀，甲华视的代理总经理陈雅玲，拢到立法院接受到质询，除了道歉，嘛承诺会来改进。文化部长李永德嘛希望公共集团会当加速度来改造。文化部长李永德、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和公司华视代理总经理，今仔日下晝来到立法院教委会，为最近定发生的风波接受质询。华视伫20號炮尾燈小刷2擺出包，將新聞的鏡面佮拍唔到字，代總經理鄧雅玲上台的回釋咧。这一起事件呢，首先我还是跟大家再度的致歉哦。那犯了这样的一个疏失，他的动作 SOP 就不对，然后又更改了路径。好，即使他要更改路径，那他也应该把它更改回来。那他并没有，然后忙着去做下一个录影。第2次的失误，编辑台首度启用从来没有用过的一个强制性的模板。邓雅玲讲，炮尾燈有2擺唔對，伊伫咧華視國際新聞會釋咧，華視會好好檢討，賣加強內部的管理。進前公司騙庫去維護廠商提42萬筆的資料，公司代總經理齊秋華嘛出面說明。这个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离谱，因为我们当时2月5號資料不见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怀疑为什么？因为现场没有看到这个状况。这个是很新的机器，它的系统它没有这个技术来做装机以及维护，所以呢，他请了日立公司推荐的一个技术人员来做。所有的在野党的党团的召集人，我也都拜访过，希望能够寻求出一个能够快速解决的方法。预计在5月中旬就可以开这个审查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。领导讲，公共集团的内部管理和采购定咧出差错，让大家看到公共管理员工问题。公司华视因会照镜接受各界意见，为公共集团的名声继续面前打拼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